年头列王出阵的时，大辟找约押甲伊的人臣，甲以色列的众人出去，因着太赢阿本人围攻拉巴，大辟犹原踮伫耶路撒冷。有一日要暗的时，大辟对成立起来，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对厝顶看见一个妇人人在洗浴。妇人人生做真水，大辟为着迄个妇人人，就找人去探听。有人讲，伊竟毋是以莲的查某囝，迄人乌利亚的某巴苏巴嘛。大辟找使者去带伊来，伊就来到伊遐，大辟甲伊同房。妇人人清起伊的无清气，就倒去因厝。妇人人怀孕，找人甲大辟讲，我已经怀孕。大辟找人到约押遐讲，你找迄人乌利亚来我遮。约押就找乌利亚去见大辟。乌利亚已经来到伊遐，大辟问看约押好嘛，百姓好嘛，交战好势嘛。大辟甲乌利亚讲：你落去伫恁兜洗骹。乌利亚出王宫以了后，王就送一份食面予伊。总是乌利亚甲伊主人的奴仆三角困伫王宫的门口，无落去因兜。有人甲大辟讲，乌利亚无落去伊的厝。大辟就问乌利亚讲：你竟毋是对远路来嘛？啥事无落去你的厝啊？无落去你的家啊？乌利亚对大辟讲：约柜甲以色列甲犹大拢踮伫草寮啊！我的主约押甲我的主的奴仆拢扎营伫田野，我兼通倒去我的家啉食，甲我的某三角困嘛。我指你的话，甲你的灵魂的话来救抓，我决断无要行这个事。大辟甲乌利亚讲：你今仔日犹原住遮，明仔载我互你去。乌利亚就伫迄日甲第二日住伫耶路撒冷。大辟叫乌利亚来，伊就伫伊的面前啉食，伊互伊醉。已经暗，乌利亚出去伊的床里困，甲伊的主遐个奴仆三角做伴，也无落去因兜。过早起，大辟写一张批，互约押，脱乌利亚的手带去。批内写讲，着派乌利亚伫正前及危急的所在，恁着对伊的后面退来，互伊受拍死。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罪的引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辟王一个遐尔啊伟大的国王，为什么圣经会记载伊一段的黑历史呢？因为罪就亲像埋伏伫门骹口的野兽，随时在找机会要压制咱。伫创世纪第4章有记载人类第一个杀人案，有一个人名做该隐，咱毋知影为什么伊献祭物的时，上帝无要接纳。有可能伊平常就做歹。嘛有可能，伊伫献祭过程无认真，毋过伊不但无检讨家己，反倒对上帝接纳伊的小弟阿伯的献祭来感觉受气。迄时上帝就对该隐讲：你若行为正直，竟毋是为得到接纳，若无罪伫门口等等你，伊要控制你，你就甲伊制服。这是圣经第一摆提起罪。上帝形容罪就亲像一只野兽，跍伫门骹口。当该隐做了毋对，罪就随时找机会来拍倒伊、控制伊。
但是上帝嘛对埃文讲，人毋是无可奈何、束手就擒，人会当选择活出上帝吩咐，甲上帝对人的期待，就是去制服罪、去抵挡罪的引诱。这是一个几啊千年前的故事，但是较嘛是咱人生的写实。因为对咱出世到离世，咱拢不断地甲罪相演。理性上，咱拢仰望会当压制罪，但是一无细腻，咱就会互罪演到。所以罪虽然是一个咱无爱听、无想要听的问题，确是一个咱爱诚实面对的事实，因为伊就是存在，并且无一个人会当躲闪伊。另外，当咱骄傲到认为家己会当去抵挡罪，就有可能会去拄到更较多的灾难。因为罪袂用恐怖、咱无爱的形式出现，反倒是用咱上爱的一寡的形式来出现。有一寡猎人，因去分享因去树林内掠高山仔的经验。因讲因毋免设陷阱。只要带一罐掺蜜的蜜露，然后将挂拍开，人密起来就好啊。因为无偌久的时间，这好奇的高山仔就一只一只对树仔顶跳落来，开始去试迄个罐仔的滋味。当这高山仔一啖着甜甜，哇，就愈啉愈多，最后拢啉烧酒醉啊，倒伫涂骹。所以这猎人毋免出什么力。就将这高山仔拔起来，等因醒过来，佮安怎叽叫，嘛无法度救家己。魔鬼对付咱的诡计嘛是安尼，伊会伫罪的内面掺一寡的好处，互你内心先谈着快乐，然后等你入迷，才将罪恶的锁链套伫你的颔棍仔顶，互你成做伊的奴才。亲像《传道书》第9章12节有讲。人的时，家己毋知，亲像鱼不幸互网网着，鸟互罗网挡着，灾厄忽然到的时，世间人陷落迄内面嘛是安尼。所以咱伫任何时间，咱拢爱真细腻，因为伫逆境真艰苦的时，咱非常容易就用罪恶来克服。但是当咱处伫高位，凡事顺利的时，搁较容易失措。因为当咱徛悬啊，咱的心骄傲啊，就想讲罪一定袂来找我。就亲像今仔日的大笔，就是咱的一面镜。伫撒母耳下卷11章所记载的大笔，会当讲是伊人生的上高峰。当时的伊已经治理以色列有30年，国家内部是欣欣向荣。那对外，因的军队一出战，拢是必战必胜。所以，伊的国土是上空旷的时阵，当时的大笔会当讲是如日中天。但是今仔日经文内面的大笔，甲过去咱看到的记载非常的无同。伊无带兵出战，伊嘛无处理内政，伊徛伫伊人生的上高点，嘛徛伫全以色列国土上悬的位置。伊伫遐落伫遐看规个耶路撒冷。伊对伊家己所有的一切感觉非常非常的满意，但是这嘛是伊上软弱的时阵，因为魔鬼趁机会入来啊。当时伊的军兵是去拍亚扪人，去拍亚扪人是非常简单的任务，但是大笔伊无家己带兵去相战，较将这个任务交予伊的将军约押。这不但显明出大笔内心的骄傲。伊认为伊家己毋免亲自出马，并且这嘛带落一个真危险的经济，因为大笔将伊的将军约押的关系哪饲哪大，大到后日有一天，这个将军就反叛。所以咱看见今仔的经文是大笔的军队伫战场相战的时，大笔较困到马暗仔，伊伫王宫的厝顶行来行去。对厝顶看到一个妇人人在洗浴，妇人人生做真水，所以有的读到遮就为着大笔来辩护。哎呀，是迄个妇人人不守妇道，
伫无应该洗身躯的所在，伫遐洗身躯。但是，即个妇人人敢会当知影王伫什么时阵伫遐看伊洗身躯吗？伊若毋是就逐工一直伫遐洗，等互王随时看见吗？所以问题毋是出伫迄个妇人人，问题是出伫大笔。因为即个妇人人是伫伊家己的厝里伫遐洗身躯，大笔是徛伫上悬的所在，当然伊一看就看见，并且当伊看见无应该看见的，毋是应该挖开目睭离开厝顶吗？毋过大笔毋是安尼，伊继续看，然后就安怎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兄弟姊妹，这毋是讲咱无需要休困，规年365天，一天24小时，拢爱保持境界。人拢需要休困，人拢需要得到身心灵的换新。但是伫灵性上放松的时刻，咱就应该注意，爱将后门锁好好势，若无试探就入来啊！大笔看见，就拍开罪恶的开端。所以咱千万毋通想讲，我一定会当克服我家己目睭的软症，因为对咱的祖先阿东夏娃就会当知影。妇人人看见迄丛树的果子好食合目，佫会互人有智慧，就真欣赏。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伊的丈夫嘛食。咱看见人是无法度抵挡目睭的引诱，看见就足想要爱的。其实咱家己嘛知，咱的目睭真爱看东看西，然后嘛想东想西。这也互我想起基甸会，就是本圣经的基甸会因成立的这个目的。伫1898年，有2个生理人，伫因做生理旅行的时，较因为客馆已经客满，所以因2个人原本无熟悉，较互安排住伫同一间房间。其中一位叫做约翰尼克森，伊就开始伊伫房间内面就开始读圣经，因为伊对19岁开始就答应伊临终的老母，伊每一日拢要读圣经。所以当伊伫房间内面读圣经的时，另外一位人客撒母耳嘛看见，一看见伊伫读圣经，也表明讲，我嘛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因2个人就做伙祈祷，然后上帝赐予因一个异象，基甸会就安尼成立啊。基甸会一开始成立的目的，是要互伫旅行中间的生理人会当做好的见证，会当为主做见证。因为因知影，为着做生理，因爱离开家庭足久的时间，拄着的目睭看见的，拢非常的新鲜，当然嘛非常真容易来受到试探。所以基甸会一开始的目的，是为着要激励这生理人会当互相有好的见证。然后基甸会嘛开始伫旅馆内面的房间藏圣经，就是要帮助人伫拄着软弱、面对试探的时，会当紧紧用上帝的话来做帮助。所以兄弟姊妹，千万毋通轻视迄个看的困难。阿东夏娃看见迄个生做真美丽的果子，就是想要变做甲上帝共款，然后就去食上帝禁止的果子。代笔看见迄个生做真水的妇人人，伊袂记得家己是一国之君，嘛毋管迄个人是毋是已经嫁翁啊，是毋是有家庭啊，伊就犯了即个奸淫的罪行。莫怪圣经定定提醒咱爱注目上帝。亲像诗篇114篇第80讲：至高的上帝啊，我注目看你，求你保护我，免跌到死亡。其实圣经毋若即节，做圣经拢提醒咱爱注目伫上帝。为什么爱注目伫上帝呢？就是帮助咱会当专心来看上帝，甲袂歪错。就亲像犹太人的服装有一个安尼的一个功能，伫犹太人的衫顶悬有安尼一条的线的物件，一条手的物件。
这是按照上帝的吩咐。上帝吩咐因讲，着世世代代伫三间做手，搁伫手的顶面滴一条蓝色的幼带。这个手是要互恁看到，会记得遵行上帝的命令，才免恁放纵家己的心甲目睭的欲望，致到恁对我不忠。安尼，恁才会记得实行我所有的命令，分别做神归恁的上帝。犹太人会伫衫的边仔来添一条的手，蓝色的手，所以因看这条手，当因看到这条手，就想起上帝的命令，就互因专心袂摇错。当然，新约时代的咱毋免伫服装的顶面有任何的限制规定，但是咱需要就是每一天去看上帝的话，互上帝的话来帮助咱、提醒咱，毋免去拄着试探甲引诱。为什么爱遐尔啊认真？因为罪是活的，伊毋是死的。罪会一步一步引诱咱行往迄个灭亡。代表即个看见的罪，进一步互伊有动作啊！伊找人去探听即个妇女人的身份，所以罗伯转来真有技巧，加上一个小小的警告。罗伯甲王并回报讲：啊，伊是以莲的查某囝，赫人欧利亚的某拔示巴。即罗伯伊毋若甲代笔讲即个妇女的名叫做拔示巴，并且嘛交代讲伊是有婚姻、有家庭的哦。更较重要的是，伫遮有写落欧利亚的名，有可能代笔嘛捌即个欧利亚。所以，这罗伯转来真有技巧，伫遐暗示讲：王啊，伊是你军队内面一个叫做欧利亚的人的某哦。所以，咱看见罗伯伫遮暗示国王讲：王啊，你若想要进一步，请你再三考虑。但是，代笔的罪已经互伊无法度理性思考，伊接续找使者去将拔示巴带来，甲伊三角困。并且就伫代笔知影拔示巴有心了后，阁毋愿意负起责任，找人去约阿遐，爱约阿将欧利亚来派转来见伊。伊暗算要将拔示巴巴肚内囡仔杀互欧利亚。但是咱看见欧利亚是一个忠诚的人，当伊来见代笔王，代笔王伫遐假情假意。爱欧利亚转去厝里，甲伊的太太做伙享受国王送的礼物，但是欧利亚拒绝。伊讲，约柜、甲以色列、甲犹大全军拢踮伫报病，外主约阿甲王的部下拢伫野外扎营，我哪通倒去厝里啉食，甲我的某同房？我指你的性命就抓，我绝对无要做即款代志。欧利亚认为国家有难，伫战争的中间，因哪会当转去伊的厝里，家己伫遐享受咧？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提醒。有时咱伫犯罪以后，懊恼、反悔，佫会怪上帝，讲上帝你哪无及时来阻止我咧？但是咱看伫代笔犯罪过程，上帝有出声阻止。第一，上帝照着迄个罗卜阻止伊。第二，上帝照着欧利亚的喙提到约柜。约柜是啥？约柜是上帝命令，表示上帝同在。上帝照着欧利亚的敬虔甲忠诚，提醒代笔这个国王，你着爱谨守诫命。但是咱看见迄当时的代笔已经互罪牵得行，所以耳孔听袂见，目睭看袂见，伊继续行往灭亡。所以人无法度啊，就安怎哪来哪行往罪恶的结局？代笔无法度，只好出第二招，就是请欧利亚食饭，然后将伊灌互罪，看欧利亚敢会失去迄个控制力，转去厝里。但是无想到欧利亚忠诚到伊无转去厝里，伊甲其他的奴仆做伙伫遐困。所以两摆咱看见代笔动用两摆奸巧的手段，用人的方法，想要来暗藏家己的罪行。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敢若无啥气氛呢？
因为咱犯罪了的反应嘛是安尼，好人好人，搁再好人，白贼话白贼话，搁较侪白贼话。但是安尼结局是啥？罪上加罪，永远无法度对罪恶中来脱离。所以最后，大笔写一张批予约押，拖乌利亚带去，批内面写，就派乌利亚去前线上危险的所在，然后恁拢撤退，予伊战死，非常残忍，毋是吗？乌利亚亲手带着一张会予家己死亡的批，转去见伊的将军。遐尔啊忠诚的一个人，最后死伫大笔的命令的下面。所以这段经文内面，大笔甲乌利亚是非常讽刺的一个对比。大笔是以色列人的王，乌利亚是归顺犹太人的一个外邦小卒仔。大笔生长伫有上帝律法的环境的内面，乌利亚却是真正伫尊敬上帝、顺坦上帝命令的人。一个当年请引入，即个将约柜引入耶路撒冷的大笔，甲犯叫约柜内面10条诫内面的几啊条的诫命，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贪利的厝边的某。咱看见罪就亲像烂地，互大笔哪含哪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境界。当咱处伫罪恶的深坑，较毋愿意承认，嘛毋愿意放手的时，要停落来就非常的困难啊。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咱离开迄个会吸引咱犯罪的物件，哪远哪好。亲像真侪人陷落伫色情的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即马网络太过方便。点一寡画面就出来啊，然后就吸引咱哪点哪做。所以上好的方法是啥？根本莫点入去看。当咱开始有迄个犯罪想法的时，紧去找其他的代志来做，比如看册、看圣经，甲人开讲拢好。千万毋通互罪有一点仔芳会当撞入来。但是，若亲像大笔。已经犯罪的人是要安怎咧？今仔日经文咱无读12章，毋过咱会当转去看12章。咱伫12章的中间看见上帝怜悯甲上帝疼是非常的大。大笔为着安看家己的罪，做摆车牌，用车牌安尼动作来达成家己的目的。但是上帝嘛非常奇妙，上帝嘛车派先知拿单，并且照着拿单讲的一个故事来互大笔看见家己的罪。即摆大笔有听，面对上帝的审判，伊伫上帝面前认罪，我得罪上主啊！伊伫第一时间转向上帝认罪悔改。虽然伊知影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就是伊伫犯罪中间生囡仔会死。伊家己虽然会当继续治理以色列，毋过对当了后，刀剑永远袂离开伊的厝，这是上帝对伊的审判。大笔知影这个，但是伊无反抗，伊顺服。所以上帝嘛照着先知的喙讲出下面的话。上主已经除去你的罪，你袂到死。大笔伫认罪了后，又写诗篇51篇。透过这首诗篇，咱看见伊真正是真深伫遐咧反省。第1节51篇，第1节到第2节讲：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罪，洗清我的罪恶。大笔知影伊无法度去躲闪啊，伊无法度去模糊焦点啊，所以伊承认家己的罪，并且愿意负责任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伊家己的罪，然后恳求上帝的怜悯甲赦免。第3节到第4节，咱看见大笔伊承认即个罪的严重性。
伊讲：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我得罪你，我得罪是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的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大卫不但承认家己的罪，伊的罪是伤害即个乌利亚夫妇，并且伊嘛深知伊真正得罪是啥？是上帝。所以，伊承认上帝的审判是公义，是显明公义的上帝。伊对上帝予伊的审判嘛无任何辩解。第三，咱看见大卫恳求上帝搁一届恢复伊。第10到11节有写：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真侪犯罪的人对以后就自暴自弃，但是大卫毋是安尼，大卫采取积极的行动，伊求上帝恢复伊，求上帝毋通收回甲伊的同在。兄弟姊妹，面对罪，咱拢想讲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袂犯罪。但是，毋是安尼，咱看见大卫一个互上帝赫尔喜爱一个人，总是伊嘛犯罪啊。但是，伊伫犯罪了后，伫先知提醒伊了后，伊是破开伊的内心，诚实来面对伊家己的罪。因为上帝爱是啥？痛悔的心灵。上帝爱的这是是忧伤的神，上帝爱的是。咱会当伫伊的面前来拼空家己，拍开家己痛悔的心灵。所以，当咱认罪无到迄个忧伤痛悔的程度，就表示咱认罪要无够硬。但是，嘛搁一届提醒，伫经历赦免了后，咱嘛爱放落咱的罪恶感，互上帝恩典继续带咱向前行。亲像大卫呼求上帝，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这是啥？就是咱第一摆谈到主恩的滋味，迄种的喜乐。兄弟姊妹，你敢会记你第一届有试着主恩典的迄个滋味是迄种的喜乐吗？伫遮讲。当咱认罪悔改，咱会搁一届来体会到第一届咱互主来摸到咱第一届甲主相拄的迄种的喜乐。上帝会当完全赦免咱人的罪，这是咱人无法度想的，因为咱的软弱，咱对迄个得罪咱的人，咱无法度做到完全的赦免，所以咱嘛认为讲上帝伊做袂到。但是上帝话不断伫圣经内面提醒咱，伊甲人是无共款的，伊是全能的上帝，伊超越人的想象。只要咱来到伊的面前，承认面对咱家己的罪，忧伤痛悔，就亲像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有讲：咱若承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是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来认家己的罪，并且恳求上帝，互咱带着全新的一个心，继续来倚靠伊，来行头前的路。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要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阮的罪有时阮家己也毋知影，阮得罪你，总是阮的罪确实得罪你。主恳求你赦免阮，毋若赦免阮得罪人的罪。也赦免阮得罪你的罪，恳求你帮助阮时刻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忧伤痛悔，帮助阮真正会当甲世间这罪恶去因阮的物件来隔离。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仰望你，互阮无去看阮这会互阮犯罪的这代志。主恳求你帮助阮，会当互阮有气力。来抵挡这罪恶的引诱，帮助阮每一日有你的话，成做阮的提醒。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